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1954年伫卖园，当耶稣来世间迄时，无拢逐人要信伊，伊有真侪对敌伫宗教家、法利赛人的中间，因为耶稣的教示甲因的教示无相像。这个法利赛人以及甲因相像款的别号人，真侪时常伫长单要找耶稣甲伊的学生的缺点。有一个安息日，君伫修行的时候，耶稣甲伊的学生拄对一条透过卖园的小路经过，规片金色的麦仔园开阔到远远的所在。这个光景是偌尔通翕无？当因伫行路的时，学生摘淡薄麦穗，用双手揉破，用喙分壳迄角来食甜甜的麦仔。这款的所做，伫出卖的国，咱常常都会当看到。对啦，连咱本身敢毋是有缘常常安尼伫做嘛？伫大阵人的中间，遐个法利赛人两边掠着耶稣，亲像鹰鸟找着伊的食物一样。因讲，伊敢毋知今仔日是安息日嘛？伊敢无读着摩西的律法讲，伫安息日来做即款代志真毋好嘛？因用其他侪款的问题甲流传来试耶稣，找芳要斗伊。耶稣用冷静坚实的态度，用因所敬重大鼻王甲跟随伊的人捌食圣的饼的故事来叫醒因。耶稣对因说明讲，上帝设安息日是要互人得到利益，毋是互安息日束缚变做安息日的奴才。